大家好，大家好，又係男人咧同大家討論時事熱話嘅時間啦。錄音嘅時間係10月29日嘅晚上。嗱，今日我哋咧就要去聚焦一個震撼而且重大意義嘅事件，就係呢個解放軍圍台軍演。咩叫圍台軍演啊？就係包圍住個台灣進行軍演。咁呢一個做法咧，無疑係對台獨勢力嘅一記重拳啊！係宣告咧係台獨末日臨近嘅強烈信號。就喺今日，即係12月29日錄音嘅呢個時間，我哋嘅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雷霆出擊，組織咗陸軍啦、海軍啦、空軍啦、火箭軍等多種嘅兵力，喺台灣海峽、台島北部、西南、東南以及台島以東嘅多個關鍵區域咧，展開咗一場名為正義使命2025嘅演習。呢個呢，唔係一般嘅演習咁簡單，而係重點演練咗咩啊？演練咗海空嘅戰備巡航啦，奪取綜合制權、要港要域嘅封控、外線立體嘅攝阻等高難度嘅一啲做法嘅。好多嘅艦機都抵近呢個台島，唔同嘅兵種聯合突擊，全方位嘅咁檢驗咗咧戰區部隊聯合作戰嘅實戰能力。咁嗰個意義好明顯啦，瞄準嘅目標亦都好明顯啦。相信呢度唔使大家多講啦。想同大家講就係呢次嘅軍演嘅規模同力度咧，喺從已經公布嘅演習海域同埋空域範圍嚟睇咧，可以話係全方位無死角咁樣係覆蓋咗台島嘅周邊，由北緯嘅21度幾到北緯26度幾，從東經嘅118度到東經嘅122度幾，多個4點連線區域咧係明確劃定咗嘅，並且明確告知咧嗰啲船隻飛行器咧唔好喺呢個時間進入，充分顯示咗咧解放軍咧捍衛國家主權同領土完整嘅堅定嘅決心，唔可以容許咧任何外部勢力同台獨分子嘅挑釁同干擾。除此以外，我哋留意到咧，東部戰區咧仲發布咗圍台軍演嘅主題海報，叫做正義之盾破限除網。呢個海報上嘅每一粒字都充滿咗力量，快速機動立體佈勢體系封控，就係呢短短幾個字啊，就勾勒咗解放軍強大嘅作戰能力同埋嚴密嘅戰略佈局。一切外來干涉卒盾必亡，一切謀獨宵小遇盾即斃。哇！如果呢幾隻字用普通話讀起上嚟，更加係鏗鏘有力。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口號啊，而係實實在在嘅威脅，係對台獨勢力同埋外部干涉勢力嘅一個嚴正警告。回顧過往呢一次咧，已經唔係第一次圍台軍演啦。2022年啊，呢個美國嘅一個老牌政客佩洛西咧，當時未退休啦竄訪台灣，引發咗第一次大規模嘅圍台軍演。嗰一次咧，中國大陸就以堅決嘅行動表明咗反對台獨同埋外部干涉嘅鮮明立場。此後2023年4月、8月、2024年5月、10月，再到如今嘅2025年嘅呢一次軍演當然今年年初之前仲有一次圍台軍演可謂逐漸常態化、實戰化，而每一次軍演呢，都係對台獨嘅一次敲打嚟嘅，都係對國家主權同領土完整嘅一次捍衛。有啲人會話：喂，做咩軍演咗咁多次，係咪得個口、得把口打口炮？唔係，我哋只要留意翻咁多次嘅軍演呢，其實每一次都係步步進逼啊！即係你再挑釁一次，我就再行得近一啲；你再挑釁一次，我再行得近一啲。好老實講，現實嚟講就係話，你再挑釁我呢，我差唔多呢，過多2-3次呢，就可以直接攻入台灣噶啦。咁當然因為大家就話：咁做咩唔直接攻入啊？咁講真，我哋國家嘅領導人都係愛好和平噶，都係大家希望咧以和平統一咧為首要嘅優先選擇。但係如果既然你台獨勢力無止境咁樣挑釁，而國民黨又唔爭氣，咁我哋咧就似乎咧只能夠係一步，直至我哋咧係完全咧你講話解放台灣又好，講話一國兩制去接管翻台灣也罷。反正就係話，台灣將會咧係重回我哋祖國嘅懷抱。呢個睇嚟咧係將會係不久嘅將來咧會成為一個事實。
嗱，講翻就係話台獨勢力就好似一班跳梁小丑咁，喺分裂國家嘅道路上咧越走越遠。佢哋勾結外部勢力啊，佢哋妄圖咧將台灣分裂出去。呢種嘅行為咁，梗係嚴重破壞咗兩岸關係同發展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哋以為有啲咁獨立美夢，而家我哋再三嘅軍演證明咗佢哋係大錯特錯。而且我哋今次嘅軍演或者咁多次軍演都係話外部勢力干涉我哋中國內政嘛，咁於是我哋就要出手啦，係啦，要迎頭痛擊。講到尾呢次圍頭軍演呢，就係對台獨勢力同埋啲外部干涉勢力表明，中國政府同埋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同領土完整嘅決心堅定不移，絕唔會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咧從中國分裂出去。解放軍嘅強大實力同埋嚴密部署，就好似一張天羅地網，喺令台獨無所遁形。台獨講到尾冇出路，分裂咧只係會帶來災難。嗰啲台獨分子如果繼續執迷不悟，繼續喺分裂國家道路上咧越跑越遠，咁等待佢哋嘅咧必然係歷史嘅審判，必然係人民嘅唾棄，佢哋嘅末日咧已經不遠啦。我哋堅信咧喺解放軍強大威懾下，喺全體中華兒女嘅共同努力下，台灣必將回歸祖國嘅懷抱，實現祖國嘅完全統一。呢個係歷史大勢，不可阻擋。我哋一齊期待嗰一日嘅到嚟，共同見證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感謝大家收睇今集嘅節目，今日嘅節目到此為止，下集再同大家討論其他時事熱話。我哋下集再見，拜拜。